来哦，乡亲啊，你知影咱拜拜得烧的金纸银纸是安怎做的无？非得就是真搞工、真用力，所以即摆拢是用机器来做来切。但是中迄块金银簿仔纸也是爱师傅用手工来黏。来介绍这位国宝级的老师傅，用手摸摸亲亲的，就会当掠出金纸银纸的数量，真厉害。 用机械力地将这规大塔的金纸缀甲真实精，所来送去裁。师傅讲，较早裁纸拢是用插腿。师傅如果有喝酒的话，这个就不会到底，会歪，刀子会飞出去。一支有10台斤，敢若举就真正力。早期就用这支插腿去裁这的纸，讲起来是真辛苦的工课。 裁好了后，就爱转印啊。老师傅功夫真好，拢袂定打去。啊，木材雕刻的吼，硬碰硬哦，一工手就麻起来。这间金纸厂做80几档啊，主要拢是手工做的。一个阿嬷搭银箔啊，眼明手快，动作真流利，勾啊勾好，随搭落去。金纸银纸分开绑，这拢靠老经验，偌济量手摸落随知影。从细汉啊，日本时代做啊真嘛。做啊真嘛。 这个工厂伫咧苗栗竹南的中港地区，这一区较早有金色中港的外号，较早是金纸的重镇。转型时期，当地有1/4的人拢做金纸。日本时代政府下令禁止烧金纸，金纸袂使家己做，只好偷偷印。这里写竹南港铺在内，中港宝龙台6号，让你查无此地。要做个铺啊，笔记铺啊，嘛拢摕来做金银纸。 因为它的文化用纸没有禁止的。金银纸业随着时代改变，为何日本政府禁止制作到即马机械化？连印红刷拢会使用机器，人力用了愈来愈简单。虽然我是安尼，老师傅袂烦恼讲，这个手艺会互机械代替去，因为手工做出来金银纸有特殊的温度甲手感，绝对是机械无法度代替。